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啊，又到了春耕时节。老铁们，今年的天气不错，老天爷嘞前2天下雪啊，这2天下雨，地里伤情很好。大家嘞一定要抓住这个良机啊，争取今年嘞前半个节能够打下良好的基础，一定要适时播种，选择好地位再下种。今年嘞，我计划种这一款种子，美玉616。这是嘞，我会把这一款种子的从种到发芽到出土到打叶，然后再到这个拔胸灌浆，再到收获，每一个过程我都会拿镜头嘞把它展示出来，把这个种子的长势嘞全面反映出来，看看它的表现如何。如果它好的话呢，我会把它推荐给家人们啊。美玉616，希望能给老杨带来不一样的收获。